除夕夜王妃兒子被罵走，謝霆鋒下跪認錯，別被狗血爽文騙了，深扒2026風飛之真實結局。原來全網都漏了張柏芝。近年內，網絡世界仿佛被一股狗血旋風席捲，關於謝霆鋒、王菲和張柏芝三人之間關係的各種離奇傳聞甚囂塵上。從除夕夜王妃兒子被罵走到謝霆鋒下跪認錯，這些標題黨文章如同病毒般在網絡上迅速傳播，吸引着無數眼球，卻嚴重偏離了事實真相。本文章深入剖析2026年風飛之的真實結局，揭示那些被全網忽略的張柏芝的故事，還原這段複雜情感糾葛背後的真實面貌。一、狗血傳聞的起源與瘋狂傳播。一、情感糾葛的歷史淵源。謝霆鋒、王菲和張柏芝三人之間的情感故事，堪稱娛樂圈的一部連續劇。上世紀末，謝霆鋒與王菲的戀情曝光，兩人一個是才華橫溢的音樂才子，一個是天后級別的歌壇巨星，他們的結合被視為金童玉女的完美組合，備受公眾矚目。然而，這段戀情並未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，最終以分手告終。隨後，謝霆鋒與張柏芝因合作電影而擦出愛的火花，兩人迅速步入婚姻殿堂，並育有兩個可愛的兒子。這段婚姻在初期也曾被視為娛樂圈的模範夫妻，他們一起出席活動，秀恩愛，讓無數人羨慕不已。然而，好景不長，隨着一些負面事件的曝光，兩人的婚姻逐漸出現裂痕，最終以離婚收場。離婚後，謝霆鋒與王菲復合的消息再次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。這段跨越多年的戀情再次點燃了媒體的熱情，各種猜測和報道鋪天蓋地而來。而張柏芝則獨自承擔起撫養兩個兒子的重任，成為了單親媽媽的代表。二、狗血傳聞的編造動機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一些不良媒體和自媒體為了吸引流量、賺取眼球，開始編造各種狗血劇情。他們深知公眾對於明星的私生活總是充滿了好奇和窺探慾，尤其是像謝霆鋒、王菲和張柏芝這樣具有極高知名度的明星，他們的情感糾葛更是成為了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。於是，這些不良媒體和自媒體開始毫無底線地編造各種離奇傳聞，如除夕夜王妃兒子被罵走、謝霆鋒下跪認錯等。這些傳聞往往缺乏事實依據，甚至完全是憑空捏造，但卻能在網絡上迅速傳播，引發大量討論和猜測。三、網絡傳播的推波助瀾。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網絡成為了信息傳播的主要渠道。社交媒體、新聞客戶端等平台的普及，使得信息能夠在瞬間傳遍全球。而狗血傳聞則恰好利用了網絡的這一特性，通過誇張的標題、吸引人的內容迅速吸引用戶的注意力。一旦有用戶點擊閱讀或分享這些傳聞，他們就會像病毒一樣在網絡上迅速擴散。同時，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也會跟風轉發和評論，進一步加劇了傳聞的傳播速度和範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真相往往被淹沒在大量的虛假信息之中，難以被公眾所知曉。二、真實結局，三方體面告別，回歸各自生活。一、謝霆鋒的發文回顧與展望。2026年，謝霆鋒在深夜通過社交媒體發佈了一篇長文，正式回顧了與王菲和張柏芝的過往，並表達了對未來的期待。在這篇長文中，謝霆鋒沒有迴避過去的感情糾葛，而是以一種成熟和理性的態度進行了反思。他寫道：
時間如白駒過隙，轉眼間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。回首過去，我與王菲、張柏芝之間的感情糾葛仿佛是一場夢。在這場夢裡，我經歷了愛情的甜蜜與苦澀，也體會到了人生的起伏與變遷。如今夢已經醒來，我也該放下過去的包袱，勇敢地面對未來。謝霆鋒還表示，他感激過去與王菲和張柏芝共度的時光，那些經歷讓他變得更加成熟和堅強。同時，他也希望未來能夠與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，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。2. 王菲的回應，簡練而克制。王菲的回應同樣簡練而克制，她通過社交媒體簡單地寫道：很珍惜過去，但一切已無法回到從前。這句話雖然簡短，但卻透露出她對過去的懷念和對現實的接受。王菲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獨立、灑脫的女性，她不會因為過去的感情糾葛而糾纏不清。她深知人生需要向前看，過去的已經過去，無法改變。因此，她選擇了以一種平和的心態面對未來，繼續追求自己的音樂夢想和生活方式。3. 張柏芝的態度，溫暖而寬容。與謝霆鋒和王菲的簡練回應不同，張柏芝的態度則顯得溫暖而寬容。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，那些都是美好的時光，我們永遠是家人。這句話不僅表達了她對過去的感激，也展現了她對未來的豁達和包容。張柏芝深知，無論與謝霆鋒和王菲的關係如何變化，她與兩個兒子的親情永遠不會改變。因此，她選擇了以一種積極的心態面對未來，努力為孩子創造一個溫馨、和諧的家庭環境。同時，她也表示會尊重謝霆鋒和王菲的選擇，希望他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。3. 被全網忽略的張柏芝故事，單親媽媽的堅韌與成長。1. 獨自撫養兒子的艱辛。離婚後，張柏芝獨自承擔起撫養兩個兒子的重任，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說，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她不僅要面對生活的壓力，還要照顧孩子的飲食起居、教育成長等方面的問題。為了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，張柏芝努力工作賺錢。她接拍了多部電影和電視劇，參加了各種商業活動，甚至還嘗試了直播帶貨等新興行業。儘管工作繁忙，但她從未忽略對孩子的陪伴和關愛。她經常親自下廚為孩子做飯，陪他們一起做遊戲、看電影，讓他們感受到母愛的溫暖。2. 對兒子的教育理念。張柏芝非常注重對兒子的教育，她尊重他們的選擇和興趣，鼓勵他們追求自己的夢想。她認為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，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和興趣來發展。在她的悉心教導下，兩個兒子都健康快樂地成長着。大兒子 Lucas 對音樂有着濃厚的興趣，張柏芝就為他請來了專業的音樂老師進行輔導，還帶他參加各種音樂活動，讓他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華。小兒子 Quintus 則對運動情有獨鍾，張柏芝就鼓勵他參加各種體育比賽，培養他的團隊合作精神和競爭意識。3. 面對輿論壓力的堅強。作為公眾人物，張柏芝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，她的感情生活、育兒方式等方面都成為了媒體和公眾討論的焦點。尤其是與謝霆鋒和王菲的關係，更是讓她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。然而，張柏芝並沒有被這些輿論壓力所打倒，她選擇了以一種堅強和樂觀的心態面對一切。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選擇，
不應該被別人的看法所左右。他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，用心照顧孩子，努力工作，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和能力。4. 對鳳飛之關係的處理智慧。在處理與謝霆鋒和王菲的關係時，張柏芝展現出了極高的情商和智慧。他沒有因為過去的恩怨而對他們產生敵意或排斥，反而選擇了寬容和理解。他深知謝霆鋒和王菲都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人，他們曾經一起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，因此他希望他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，也願意為他們送上祝福。同時，他也表示會與謝霆鋒保持友好的關係，共同為孩子的成長負責。這種成熟和理性的態度贏得了公眾的尊重和認可。4. 公眾反應與輿論變化，從狗血猜測到理性祝福。1. 網友的感慨與反思。隨着鳳飛之三方體面告別的消息傳出，網友們的反應也發生了顯著變化。從最初的震驚和猜測到後來的理解和祝福，輿論逐漸趨於理性和成熟。許多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鳳飛之關係的感慨和祝福。他們認為這段糾葛多年的感情終於畫上了句號，是一種解脫和釋然。同時，他們也敬佩三人的成熟和理性，認為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愛情和親情。有網友留言道，看到他們能夠以這樣平和的方式結束這段關係，真的覺得很感動。人生短暫，何必糾纏於過去的恩怨呢？希望他們都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。還有網友表示，張柏芝真的太不容易了，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還這麼堅強，希望他以後能夠越來越好。2. 媒體的態度轉變。與以往不同，這次媒體對鳳飛之關係的報導更加客觀和理性，他們沒有再編造各種狗血劇情來吸引流量，而是選擇了尊重事實，傳遞正能量。許多媒體紛紛發表評論文章，對鳳飛之三方的成熟和理性表示讚賞。他們認為這種處理感情糾葛的方式為公眾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，鼓勵人們在面對感情問題時選擇寬容和理解。同時，媒體也開始關注張柏芝作為單親媽媽的艱辛和成長，為她點讚和加油。3. 社會的影響與啟示。鳳飛之關係的平和結束也對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，它讓人們看到了成熟和理性的力量，鼓勵人們在面對感情糾葛時選擇寬容和理解。同時，它也提醒人們要珍惜現在和未來，不要被過去的恩怨所困擾。在這個快節奏、高壓力的社會中，人們往往容易陷入各種感情糾葛和矛盾之中，而鳳飛之的故事則告訴我們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，我們都應該保持一顆平和、理性的心態，勇敢地面對現實，積極追求自己的幸福。5. 結語：還原真相，尊重每個人的選擇。回顧鳳飛之這段複雜的情感糾葛，我們可以看到，狗血傳聞往往只是媒體和公眾為了滿足好奇心而編造的虛假信息，而真實的情況則遠比這些傳聞要複雜和深刻得多。2026年，鳳飛之三方以一種成熟和理性的方式結束了這段關係，回歸了各自的生活。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選擇，也是對過去的一種釋然和對未來的一種期待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張柏芝作為單親媽媽的堅韌和成長，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。她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女性的力量和價值，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。
最後，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和生活方式，不要輕易相信和傳播未經證實的傳聞。讓我們以一種理性和成熟的態度看待明星的私生活，關注他們的作品和貢獻，共同營造一個健康、和諧的社會環境。